黃俊南，我叫陳卓橋，歡迎嚟到我哋就讀嘅天主教五華小學。我哋會帶大家認識下天主教五華小學。天主教五華小學係一間由政府資助天主教教區管理嘅全日制學校，創辦於1965年。我哋嘅校訓係慎思明辨。天主教五華小學嘅使命就係以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培育學生正確嘅價值觀。學校提供全人教育及優良嘅學習環境，希望每一個學生都能喺愛心同關懷中成長。而我哋嘅學校想令我哋每一位學生都能夠積極學習，樂於學習。我哋五華嘅口號就係飛躍彩虹，活出精彩。學校希望我哋每個都能夠成為七色孩子，人人都識得敬師孝親，愛主愛人，克服困難，挑戰自我，明辨是非，自律守規，健康生活，愛護環境，欣賞美善，感恩包容，努力學習，積極進取。仲有啊，我哋要情繫中華，擴闊視野。我哋學校科科都好有趣味，同有好多活動㗎。係啊，我哋學校好注重我哋兩文三語嘅學習。喺中文科方面，學校致力培養學生閱讀興趣，同埋安排唔同嘅圖書，例如有繪本、中華名著等，營造濃濃嘅閱讀氣氛。英文方面，我哋學校會有外籍老師，經常同同學學英文。外籍老師經常以活動同埋玩遊戲嘅方式同同學學英文，大家都好鍾意，玩得好開心㗎。我哋學校數學科都好有特色㗎，我哋有唔同嘅校本教材同活動，塑造數神王國，例如數神 ATV、數神演唱會、數神大富翁等等。學校仲會教我哋掌握精打細算嘅理財數學，同埋運用唔同嘅電子軟件，例如 Classic、GeoGebra， 提供學生嘅學習興趣及學習效能。而常識科，我哋仲會走出課室，到公園或者博物館進行戶外學習，等我哋擴闊視野。學校唔單止重視學術發展，亦都注重培育學生嘅數碼創意，為學生融入知識型經濟做好準備。學校為學生舉辦唔少 STEM 課程，例如虛擬實境課程、無人機編程、火箭車比賽等等，真係好開心㗎！學校亦十分重視我哋喺體藝方面嘅發展，豐富學生嘅學習經歷，培養學生唔同類型嘅興趣。體育科舉辦咗好多唔同嘅新興運動俾同學參加，從中體驗運動嘅樂趣，例如劍擊、飛鏢運動、地壺球、繩網等等。音樂科仲組織咗粵劇小組，全方位地發展粵劇校本課程。現時本校已有9位同學考獲世界認可嘅粵曲演唱證書，更喺校際音樂節同查督撐粵劇大賽中屢獲冠軍殊榮。我哋嘅音樂科統籌更於2023年初榮獲教育大學頒發最高榮譽嘅粵劇教學金獎，真係好出色啊！學校亦都好注重我哋靈性同德育嘅發展。我哋宗教科會按教會年曆舉辦唔同嘅活動，
好似我哋會坐開篷巴士去西九文化區報佳音，亦都會喺課堂上製作唔同嘅作品，表示我哋對耶穌同聖母嘅敬意。我哋學校亦推行正向教育，透過得功課課堂以及唔少課堂以外嘅體驗式活動嚟培養同學嘅正向價值觀。我哋學校啲同學仔都好多才多藝㗎。我哋學校嘅話劇組都拎過好多獎項，每位小演員都可以發揮自己所長，享受演戲嘅樂趣。唔止學生出色，五華嘅老師都好出色㗎。我哋學校視覺藝術科老師鄧秀麗主任曾榮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嘉許獎，而數學科嘅劉曉欣副校長、卓鳳顏主任、黃文亮主任、陳家耀主任更榮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大獎。我知啦，呢個大獎係教育界極具份量嘅一個獎項，係由行政長官親自頒發，每年只有幾間學校奪得，真係好巴閉啊！學校注重全人發展，所以喺課堂內外都不斷為同學提供多元化嘅學習機會，例如服務學習日、內地考察、境外交流等，呢啲活動都能夠擴闊我哋嘅視野㗎。所以話我哋喺靈、德、智、體、群、美、六育都有良好嘅發展。五華嘅學生學習生活真係多姿多彩啊！